10月1日是中国国庆日，但是海外维吾尔人将这一天视为被占领日。这一天，数百万维吾尔人在国际东突厥散协会组织下，在伊斯坦布尔贝阿兹特广场举行抗议示威，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东突厥散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同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维吾尔运动参与了反中共全球日行动。维吾尔、藏人、香港人和南蒙古人在全球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举行了反华示威。示威者谴责中国对宗教少数群体和人权的镇压，要求中国当局关闭东突厥散集中营，停止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民间团体在中国国庆日举行声援维吾尔人活动。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30日投票通过了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该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公开披露与东突厥散有关的活动，包括他们的供应链问题、在当地商业活动的具体信息及进口的商品或材料是否处于强迫劳工营等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以253票赞成、163票反对和15票弃权的情况下，以两党共同支持的方式通过了这一法案。该法案是由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瓦克斯顿提出的法案，并得到了另外5名民主党众议员的赞助。瓦克斯顿在法案通过后的新闻稿中写道，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可怕破坏行径，包括广泛的使用强迫劳动，已经扩及一些最知名的国际品牌的供应链。据悉，这是2个星期之内由民主党人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针对就维吾尔人问题所通过的第2部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的概要中说，若不做出资金和优先次序方面的重大改变，美国情报局将在几十年内难以与中国竞争。该委员会花了2年的时间来评估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否专注于展现出态势，并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报告建议美国情报界把旨在培养下一代中国分析人士的项目正式化，并扩大其范围，并培养具有中国专业知识的情报官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西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不立即对资源的优先次序和配置进行重大调整，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在全球舞台上与中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将准备不足。越南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黎世秋恒周四就中国本周在南中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提出抗议，称此行动有害于南中海行为准则谈判。黎世秋恒在越南外交部的例行通报中表示，中国军方的行动伤害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并且使重启中国与东盟之间期待已久的准则谈判变得复杂化。多年来，中国一直与南中海沿海国家存在主权争议。中国河南省一物流车载牵制宠物滞留3天无人理，大量宠物缺粮水死亡。河南省临河市昭陵区东兴物流园区上周有近5000只宠物被发现因运输车滞留而长期被困在快递箱中，部分宠物因缺氧、缺水、缺粮而导致死亡。事后有爱护动物组织人士前往现场，将尚有生命迹象的动物另寻地点安置。据指出，死亡可能是由于中国大规模繁殖业供应链中的沟通问题引起。目前，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具体情况及事发原因仍未明。